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香港華發展廳嘅 Ben。我哋而家身處呢個地方就係珠海南灣片區嘅核心南屏，而我哋呢個項目嘅名就係叫做華發天璽。喺我身後嘅呢個就係前山河，佢唔止一道風景，仲係我哋南灣生活嘅精髓所在。有咗前山河，成個區嘅區域感覺即刻唔同晒，多咗一份靈氣同悠閒，就好似香港嘅銅鑼灣。佢有維園同維港嘅景緻，我哋南灣就有前山河嘅水岸風景。銅鑼灣有大型商場，好似 Sogo、時代廣場、希慎。我哋呢邊就有華發商都、環宇城、富華里呢啲大商場，行街 shopping 一樣咁舒服。想行下平民潮流嘢，銅鑼灣有百德新街，珠海就有北山大院。呢度係一個活化咗嘅古鎮區。有平民潮流、特色咖啡、文青手作，絕對係而家至 hit 嘅打卡熱點。至於買餸方面，附近就有優和里同埋街市，啲餸又平又新鮮，好方便。南灣呢度要靜有靜，要動有動，而前山河一帶係你嘅私人充電站，而華發商都同北山文創就係你生活嘅加油站。一個地方可以滿足到你對理想生活所有嘅想像。南灣呢頭去珠海港珠澳大橋10分鐘車程就到，由香港過嚟只需要1個鐘頭左右，真真正正做到1小時嘅生活圈。今日先同大家體驗一下住喺南灣係一種乜嘢嘅生活體驗。呢度以南屏為核心，有條珠海大道，成條係珠海嘅大動脈，貫穿成個珠海。東邊去香洲，西面去金灣機場，方便到極啦。商場有山姆會員店、街市、滑雪場、SPA、北山大院，真係要乜有乜。天璽呢個項目真係勁，由5座豪華嘅住宅加呢個下沉式嘅園林會所所組成，實用面積可以做到110%咁多。呢度主力係分開2個戶型，有3房嘅1066尺，同埋4房嘅1206尺，間隔都好實用。最重要，呢度有個大約38000尺嘅園林會所，裏面包括咗有恆溫泳池、gym room、私人宴會廳、SPA、coffee bar， 真係你諗到嘅都有。至於點解話佢實用率咁高，同埋會所有幾豪華，我哋留翻下一條片再同大家深入揭秘，或者過嚟我哋華發香港唯一官方展廳揾我阿 Ben 啦。我哋展廳就喺尖沙咀最方便嘅位置，佐敦站 D 出口左轉直行過條馬路就到㗎啦。而家預約睇樓，仲有即場參觀單位 VR 同埋攞到最新嘅價單。珠港同城直選華發，如果要進一步嘅資料，就隨時打俾我阿 Ben 啦。